呢條片係分享我點樣喺廣州南站便捷換乘，希望喺下一個假期幫到大家啦。喺啱啱過咗去嘅復活節假期，我買唔到香港去重慶嘅直接高鐵車票，咁唯有咧就買深圳去重慶嘅車票啦。回程只能夠買到重慶去廣州南，另一程需要站內換乘去深圳北或者香港西九。買飛嘅時候，你可以喺12306系統選擇你需要嘅換乘時間，再去選擇你適合嘅車次。唔同嘅車站換乘時間都可能會有所不同㗎，最好你預留最少有15分鐘到45分鐘嘅時間啦。今次嘅旅程我帶住2位行動唔係咁方便嘅長者，對於廣州南站又唔係咁熟悉，所以我預留咗50分鐘嘅時間。最後我喺12306嘅系統揾到一個非常特別嘅服務，今次能夠順利轉車全靠佢哋幫助。喺呢條片嘅最後會向大家介紹。到站前鐵路局嘅服務員已經同我哋聯絡咗，到站嘅時候1等座嘅服務員亦都走過嚟我哋個座位，教我哋由邊個門口落車去見翻呢位教我哋轉乘嘅同事。好，我可以好早放你哋入去。好啊，好啊，等咗54秒。好啊，跟住行啊，係計時。如果冇人帶住呢，我就會跟住指示牌前行60米，跟住地下嘅藍色線去1樓轉乘。今次工作人員按我哋嘅狀況喺落車嘅2樓帶我哋上3樓轉乘。呢位好細心嘅工作人員帶我哋沿住地下呢個便捷轉乘嘅藍色線行到去呢個無障礙電梯嗰度嘅時候呢，佢就叫我哋搭電梯上3樓。月台等電梯嘅乘客同埋行李都係比較多嘅喎，佢哋亦都有小朋友。咁我哋2位老人家呢，喺工作人員協助之下，能夠好成功咁樣進入到電梯。其他乘客都相當文明，佢哋盡量會褪入啲，讓啲空間俾老人家進入去嘅。上到3樓出 lift 嘅時候，工作人員提示我哋將我哋嘅證件交俾佢，幫助我哋做檢票。佢仲幫我哋拎埋行李添。我哋出咗 lift 會先進入一個閘口，然之後就會到後車嘅大廳。我哋行出去，好，唔該晒。啊，幾咁好服務。向前行。係。15檢票口行。15檢票口，係。15檢票口，哇，好大啊！因為呢度。而家咧卡時間，16分到15檢票後就得啦。哦，好。依家自己卡住時間，係。你唔使咁急啦。哦。16分檢票口。到15檢票口。係加廿。係控制喺度得啦。好。好大啊！呢度。係啊，好似話全國最大。根據資料，廣州南站係中國4大車站之一，比我哋出發嘅深圳北站仲要大。如果時間預得太急嘅話呢，你就真係要跑啦。你睇下喺車站度都有啲人喺度跑緊。我哋要由25號驗票口行到去15號驗票口，其實呢條路呢，對於長者嚟講呢，係有少少長嘅，所以長者要換乘嘅話呢，時間真係唔好預得太密喎。回想下頭先我由落車跟住工作人員由便捷轉乘嘅藍色線條路一路行，好彩我哋就上咗電梯，跟住就好快嚟到3樓大廳，然之後經過咗出票口都有工作人員幫我哋，跟住進入咗大廳之後，我哋就一路咁樣行啦。咁你睇下我用咗幾多時間？搭高鐵同搭飛機其實都係一樣嘅。咁你需要喺候車大廳嗰度揾翻自己嘅車次啦，喺邊個閘口上車啦，咁你先至可以順利咁上車嘅。如果你身處於嘅位置係28號閘口，而你上車係1號閘口，咁你就有排行啦。如果呢次冇工作人員帶，得我自己帶住2個老人家，我都有啲擔心50分鐘之內能唔能夠喺呢個咁大嘅車站裏面成功轉乘。其實有人話轉乘只需要5分鐘，不過我勸大家都唔好預少過15分鐘嘅時間啦。其實最安全係你需要喺高鐵開車嘅時間早5分鐘到達月台上車。呢次喺廣州南站嘅經驗係知道可以喺2樓嘅月台上一層或者落一層轉乘嘅。去到閘口你見到好多人已經喺度排緊隊，其實有啲係即班開嘅車次，有啲係下一班開嘅車次嘅乘客。如果你唔係好清楚自己嘅車次嘅話呢，你好容易就上唔到車，又或者上錯車嘅。大家係咪好想知道我落車行到驗票口需要幾耐時間呢？睇返我影相嘅記錄，
由落車嘅4:05行到驗票口，用咗5分鐘嘅時間。今次選用呢個特別服務員，因為我爸爸隻腳行得唔係幾好，所以我想喺站內揾架輪椅推佢行。不過佢自己又唔想坐輪椅。我哋跟住呢個工作人員，我哋可以由特別通道優先上車。呢位工作人員真係非常好，好細心，一路好照顧我爸爸，幫佢拎行李，仲幫我哋拎晒所有嘅證件，辦理驗票手續。我哋跟住佢嘅指示，由特別通道入去，跟住再喺翻啲口嗰度等佢。佢非常之好，佢話會送到我哋上車啊！係覺得。小心媽。喺個 lift 嗰度等我先。好，去架 lift 度等下。好。你去 lift 嗰度等我啦，慢慢行過去。好，行去架 lift 嗰度。入咗閘之後，我哋都見到有啲人，佢哋可能係上一班車上唔到車，留低咗喺度，又或者好似我哋咁，需要用一啲特別服務優先入閘上車。其實同一架 lift 落去下面係可以去到左右兩邊唔同嘅月台嘅，右邊係15號月台，左邊係14號月台，兩邊嘅車次係去唔同地方㗎，大家記得唔好上錯車啦。跟住係，我哋揾返我哋嘅門邊，繼續行。阿伯你繼續行。喺呢度等我。係。我睇下佢搞完衞生未先。好啊，唔該晒。呢位服務員送到我哋去我哋嘅車卡前邊，仲幫我哋入去車廂裏面睇下可唔可以上車。佢話送到我哋上車，佢真係睇住我哋上咗車，坐低咗佢先至離開，真係非常之感謝佢。估唔到搭高鐵有咁好嘅服務，不過今次真係非不得已，我先至使用呢個服務。如果唔係帶住2位80歲嘅老人家，行動又唔方便，我又冇信心喺咁大嘅廣州南站裏面轉車，我都唔會使用呢個服務。今次真係辛苦晒鐵路局呢位服務員，我真係非常之感謝佢啊！高鐵真係好準時開車㗎，大家記得預留充足嘅時間喎，如果唔係就會送車尾㗎啦。跟住我會教有需要嘅人士點樣喺12306系統裏面預約呢個特別服務。喺主版面裏面睇到溫馨服務，點擊入去，你會見到乘坐旅客列車臨時身份證明、遺失物品尋找、建議、投訴、重點旅客預約、客服電話查詢、外國商務人士在華工作生活指引。呢個服務係重點旅客預約，條款細則裏面有寫明，重點旅客係年齡、行為、身體狀況嘅特殊原因需要輔助器材出行嘅有需要人士，請睇清楚條款。如果你唔係有需要服務嘅人士呢，鐵路局有機會會取消你呢個預約，而你亦都會阻住咗有需要嘅人士使用咗鐵路局呢個服務㗎噃。記得睇清楚受理對象。如果你係冇陪伴嘅長者、孕婦、視障、聽障、使用輪椅人士或者攜同導盲犬，屬於受理人士，記得填清楚你嘅電話，否則鐵路局嘅服務員揾你唔到，你都冇辦法使用呢個服務啦。服務要求你可以寫清楚進站或者出站你需要輔助嘅器材啦，又或者優先進出站，最好寫明你特殊嘅原因需要呢個服務。記得唔好濫用服務。大家鍾意我呢條片嘅朋友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 去支持我繼續拍片俾大家睇，多謝大家。